女人拿出一颗升天丸，准备给挚爱报仇。随即，她将大号巧克力塞进皇上嘴里。而老四很好奇，怎么冷漠的宁嫔突然转性，不仅变得特别温柔，还学会了主动照顾人。皇上，难道没有听说过温柔的叨叨个人性命吗？说完，叶澜依把现场交给了甄嬛，而两人眼神相对之时，就已经心照不宣。而屋外嫔妃的哭声让皇上感到欣慰，不过甄嬛的回答却啪啪打脸，他们哭的不是皇上，而是自己的未来。皇上立刻从宠妃话里读出了火药味，他连忙询问甄嬛自己最为关心的问题：红颜到底是不是朕的儿子？原来这天皇上本想到御花园里拍段子，却看到六皇子和果郡王世子正在玩耍。由于老四近视眼的缘故，他近看两个孩子的长相非常神似，向来多疑的他在此刻一脸问号。大绿菊，我的四哥，你不用这般怀疑，他们本来就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，所以你安心的当个四大爷多好，也不会一病不起进入生命的倒计时。深夜，暗卫迷晕所有下人，企图采集六皇子的血液重做父子鉴定。然而这一幕却被宁嫔刚好看到。为了保护甄嬛的孩子，宁嫔立马解决皇上派来的暗卫。你救了云里的孩子。直到这一刻，他才知道六皇子是果郡王的亲生骨肉，而皇上滴血认亲和逼死果郡王两件事，让两个深爱老17的女人形成了统一战线。接着，宁嫔就给皇上投喂了一颗大号，走得快，让臣妾伺候您服用。当皇上从甄嬛嘴里得知密探销户后，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掌控命运。随即，他问对方六皇子到底是谁的崽，而皇上没想到宠妃的回答会滴水不漏。他说皇上乃是天下百姓的衣食父母，当然每个人都是您的子民。答得好，没错，这天下都是朕的。显然大绿菊秒懂宠妃话里的言外之意，于是他想最后一次听爱人叫一声四郎。不过甄嬛却嘲讽皇上怎么会如此幼稚。另外，他又给大绿菊来了个超级加倍，他问皇上要不要做静和公主的化验。经过甄嬛一番解释后，哇绿的老四才知道静和公主原来是眉庄和温实初的女儿。此时此刻，皇上恨不能将对方碎尸万段，而甄嬛却表示老四才是恶贯满盈，比起皇上手足相残，臣妾自然甘拜下风。这话气的老四当场要喊人诛杀甄嬛，岂料外面所有的侍卫都不听他指挥，同时皇上还想起床给甄嬛几个五指山，但身体的被动只能让他想想罢了。终于在这一刻，伟大的纯元四郎带着所有不甘永远离开了一片绿色。皇上驾。由于大绿菊走得突然，并没有告诉大家谁才是接班人，因此老实认为甄嬛可能会效仿武则天，先让六皇子登基，然后自己再垂帘听政。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甄嬛竟拥立四皇子弘历继承皇位，当然弘历也会投桃报李，便马上册封甄嬛当了圣母皇太后。然而冷宫里的皇后还以为新皇登基会大赦天下，不管谁是皇帝，哀家也是太后，即便被你甄嬛困在这景仁宫一生一世，哀家都是太后啊！